听众朋友，大家好！你即马收听的 Podcast 是真心罔开讲，我是柯医师，这是一个用全台语来甲大家解说精神医学的 Podcast。毋过咱今仔日的即个专业成分会占较少，较无迄个精神的部分，较有迄个开讲的部分。因为即个过无几工，就要过咱台湾年年底真正是诚侪代志会较无用。嘛毋知影为虾米咱精神科的即个病房甲有讲门诊伫即个要晚年的时阵拢特别无用，状况会较侪小可。所以即阵仔即个 Podcast 的制作变做讲，则无法度专心来好好准备，节目咧上线的时间嘛有去拖着，所以今仔日即回过年前的头尾一集，我是拍算来简单做一个回顾。嘛甲即阵仔有诚侪朋友互我一寡意见，甲大家做一个统一的回答。咱节目的目标就是要希望咱台湾人会当用台语较了解咱精神医学的知识，所以为一开始的基础，包括精神医学是啥物物件，甲一般医学有啥物无共款的所在，甲有讲精神医学的诊断学、病因学。还有即个治疗学，咱拢有小可简单讲着，甲有一寡像讲基础的知识，像讲治疗关系。然后最近即三集咱咧讲精神病，这算精神科足基础的精神镜头，甲有讲足重要的诊断，输甲失调症相关的一寡知识。毋知影各位听友安尼一路听落来，感觉是安怎？因为坦白讲，即个节目就是我一个人咧放啦，我就是照我家己以早咧学习的经验，甲有讲带学生的经验，来决定讲，啥物部分咱先小可了解会较好势。咧讲当然就是一开始咧练习用台语讲，坦白讲，我感觉可能无法度讲到足深的，毋过即个时间嘛有限，所以我就是拍算，先讲一个基础。若未来有机会，会当搁转来共款的主题，甲代志讲了较完整、较深小可。毋知影即摆安尼放起来，咱一个内容敢会讲伤济，还是大家感觉伤少？是毋是迄个内容的深度爱较深咧，还是保持安尼就好？这真需要大家互我一寡意见。我目前是打算讲，年后咱会来介绍情绪方面的镜头，情绪方面相关的诊断，比如讲即个双极症，还是郁症，即个情绪的部分，其实嘛算精神医学较基础的部分，这互大家先了解。原则上会像咱即三回咧讲精神病共款，就是想办法先互大家了解迄个镜头的定义，刷落来则来讲诊断，包括一个病会有啥物表现伊的病因是啥物要安怎治疗等等。希望是会当照即个骹步，甲咱即个诊断手册内底较重要、较定拄着的病，互大家小可了解有一个概念。毋过咱袂讲逐回拢若像咧上课啦，咱中嘛会插一寡无共的议题，甲有讲若是听众有对特别的主题有兴趣，嘛会当写批来。咱来看会当来先准备无？希望这未来一档会当甲即个重要的病拢讲过一轮安尼讲了后，刷来的计划，我想要来统一来分享一寡听友互我意见，有诶是私底下朋友直接甲我讲，嘛有一寡人是写批来，也是伫即个面册甲咱有即个留言，真正拢非常的感谢。第一项要分享的意见，是有袂少朋友特别甲我讲，恁即个音乐景了足好，诚好听呢。其实即个音乐是我特别去罗凡人做的，这是一个我诚介意的一个乐团，因叫做龙川武藏青年，因印度算诚有名的乐团啦，若佫无听过的人，甲大家简单介绍，即个龙舞因是一个对社会议题即个乡土
母语啊等等诶议题，拢特别关心诶乐团。所以我有一摆去参加活动，就是这面皮正厚去甲因拜托，讲我想要做即种甲用母语来讲精神医学专业诶 podcast。那迄阵我问了才知影讲，原来因诶攀援丽君，以前嘛有即个精神医学专业相关诶经验，所以就阿萨利甲我答应，替我制作这非常好听诶音乐。咱一开始搁咧惊讲即个起头30秒敢会伤长，因为即摆现代人拢无啥物迄耐心，大部分诶 podcast 你去听，因诶起头诶音乐绝对无30秒遐长。总之我迄阵就是甲老板讲，麻烦甲我做30秒，所以就是遐长，互你加载诚济，朋友是诚介意，所以逐个各位听友，你若是抑未听过龙川武装青年因诶音乐啊，若是讲你诶面册，我袂甲因诶即个 fan page 追踪足推荐，会当去甲因追踪，而且即阵仔因特别无用，特别咧关心社会足重大诶代志，请大家若有闲嘛会当来做伙关心。好，安尼刷来第2项要大家分享诶即个听友诶意见，就是有朋友嘛有讲有即个网友即个对咱即个 podcast 制作足关心。有朋友甲我问讲，敢会讲想要找人来做伙对谈。目前我即个节目拢是我家己咧制作啦，所以是还袂拍算讲无迄个计划要固定找人来对谈，毋过有先甲一寡咱伫专业上熟悉诶朋友咧甲因拜托，看有法度讲来做伙用台语讲因家己诶专业，大家了解。所以未来可能有几集咱会找着来宾来做伙讲一寡特别诶主题。另外嘛有即个朋友来写批来建议讲，咱若是准备 podcast 诶文稿尽量用道理甲写落来，这是诚好诶建议毋过坦白讲，我即马咧准备诶过程佫无法度开遐济时间写一篇文稿出来，我原则上是咧类似咧准备咧甲学生上课诶方式。我是会甲我要讲诶主题，先做成一个若报告诶档案，毋过还无法度写一篇完整诶文稿啦，所以这是诚好诶建议。我未来若是讲时间较长咧，尽量甲要讲诶代志练习写做文稿，安尼看敢有法度嘛讲了较顺序款。第3项来甲大家分享诶是甲咱台语有关系即个部分，有平时熟识诶朋友嘛是特别来甲我讲，因若是伫即个上班做工课诶过程因为拢伫南部嘛你即个无台语可能无法度好好上班，所以大家拢会较骨力咧练习，真正到即个较庄骹诶所在练习量较大，台语就变愈来愈好安尼。咱总是爱有一寡动机，咱才会较骨力来学即个新诶物件，讲台语嘛是共款。我想甲我共研伫病院食头路诶专业人员应当拢有差不多诶经验。毋过我家己就我个人诶经验来讲，就是即款为着有特别诶目标伫工课上一定爱用这自然会慢慢练起来啦毋过大家拢是听伫遮就是讲你会当甲患者有一个基本诶沟通，毋过甲患者沟通以外，嘛是可能着用着台语诶机会着介少比如讲咱同事之间咧交班咧讨论。若是讲上台做学术性诶报告，这就是咱通常着袂用着台语变做讲用英语用中语咱讲到遮，应当着有人会感觉讲本地自然咱医学诶教育就是安尼，敢有啥物要紧敢有一定爱用台语来做讨论还是做报告？毋过我个人嘛是会拄着
诚大诶问题，就是讲，咱若是咱诶思考啊，咱平常时咧想即个专业诶代志吼，拢是爱我靠中语啊，我靠英语。啊，到你真正要讲，要用台语讲诶时阵，其实足客呢，吼，就是你若无练过，吼，要安怎甲患者解说讲一个概念，吼，即个概念你有法度讲了偌深，吼，甲有法度讲患者真正会使了解即件代志诶重要性伫倒位。我感觉若无继续进步，就是会拄着诚济困难。吼啊，所以才会伫即个 Podcast 诶节目面顶吼，一直会讲会练习着一寡专有词诶翻译。吼啊，因为对咱精神科来讲，咱通常讲着一个专有词，吼后壁就是有一个相应诶即个定义啦，吼，就是你甲每一个精神科专业人员讲着梦想，讲着 delusion， 吼，大家想诶可能拢差无介济。吼，即个一个专有词，还是建立起来，吼，其实嘛会对咱诶未来诶思考啊，甲对患者诶即个沟通啊，应该是有诚有帮助才对。啊，咱若对语义法定诶角度来看，这当然嘛是诚重要诶一件代志。吼，因为咱讲语言要活，除了爱有人讲，啊伊嘛有法度讲，会当互新诶概念互来加入去。啊，遮精神医学专业诶概念本底就伫大人话内底较少，吼，所以咱希望讲尽量甲补转来。啊，大家若是有趣味会当罔参考，罔斗相共。安尼最后来分享诶，就是讲我伫第7回咧讲精神病迄个部分，吼，甲咱诶听友请教讲，大家感觉 grandiose delusion 即个概念要安怎用人话讲较好势？吼，就是伫节目内底我是念夸大梦想，就是伫遮对中语诶汉字甲翻译过来，敢若无够水气。啊，咱伫面册就有一位姓王诶朋友，吼，特别甲咱分享讲，伊去请教专家，吼，啊，甲有讲伊家己诶思考诶即个过程，吼，啊，伊建议会当讲汉歌笑声，啊，真正是非常诶感谢咱诶听友特别来分享讲，对即个问题思考诶即个过程，吼，啊，我个人我嘛有家己诶一寡对专有词咧翻译诶一寡想法。啊，着趁即个机会来甲大家分享者。我个人认为讲，甲专有名词，毋管是对一个专业啦，吼，就是专有名词，咱若要甲翻译做台湾话，吼，可能讲以前台湾话无即个共款诶概念，若是讲无啥物人咧讲即个词，安尼咱就是会当考虑来做一个新诶翻译。啊，第一步同基础诶运动，就是讲即个专有词诶原始诶定义，吼，咱爱掠会准，吼，就是即个词到底要表达诶，吼，是啥物款诶精神病理。啊，刷落来就是去参考过去诶文献，吼，其实有一寡词咱无去查，毋知影讲以前有人用过，已经有人有先摆去思考过即件代志，啊，所以若是讲真正诶人用了会通，啊嘛有一寡人咧讲，吼，咱着照讲，其实就会使。啊，毋过嘛是爱小可量一下即个文献本身诶理路是为倒位来，吼，像讲我讲 grandiose delusion， 吼，咱若去查字典，吼，有无哈，就是写夸大梦想。啊，毋过就是夸大即个伫台语诶语感，就感觉小可怪怪，吼，就是平常时无啥会听着人安尼讲，吼，啊，所以我才会犹豫讲，安尼讲敢有好势。啊，迄个字典看起来应该就是伫遮，可能1970年代诶时阵吼，伫遮为即个中语诶汉字吼，伫遮甲用台语甲念出来，所以会互我思考，敢有较好诶讲法会当用。啊，我个人是认为讲，即个翻译诶时阵，咱会当参考中国话诶汉字啊，还是日本话诶汉字，吼，啊，看咱台语要来安怎念会较好。啊，毋过最后若是用台语念出来诶时阵，咱着爱搁来检查讲，安尼诶念法，伫咱若是要用伫生活中，还是讲即个语感敢会合咱平常时讲话迄种感觉。像讲若是即个词本来就有一个语义，
安尼咱咧用诶时阵，你着爱惊大众听着可能会引起误会，就是讲有时仔词会去参仿着，安尼咱着尽量换别款诶讲法，可能会较通。所以咱讲倒来即个 grandiose delusion 到底安怎用台语讲吼？坦白讲，我即马嘛毋是讲有一个足好诶想法可能着暂时念夸大诶梦想安尼。咱即个听友建议着诶讲法啦，我感觉会当提出来讨论，就是讲咱若甲 delusion 翻译做肖像我完全会当理解为虾米会想要用即个词因为你若甲即网络诶词典拍开，咱甲中语迄两字汉字诶妄想放入去，这字典就会跳出肖像即两字啦毋过遮伊翻译会变安尼，是因为讲伊甲中国话迄个妄想即两字当做痴心妄想迄个意思，就是咱像一个人无迄个资格，无迄个能力，毋过伊感觉家己会当得到一个较好诶物件，这咱台湾话叫做肖像嘛，所以自然诶翻译过来是安尼。毋过这就是毋是 delusion 本地诶意思嘛，delusion 是一个错误诶、信仰诶一个想法。安尼咱今仔日若是甲肖像即两字台湾话来当做 delusion 诶正式诶讲法，就可能会引起大众一寡误会，因可能会相无即个 delusion 诶意思，就是讲甲一般咱口语诶讲诶肖像是共款诶意思。共款诶理路就是咱若是甲 grandiose 直接翻做汉语，我感觉若像嘛毋是袂通啦就是真正 grandiose 代志听起来足含诶，毋过咱若一般人听着汉语即两字会感觉即个人咧讲一寡无正经啊，是讲足离奇诶，足无可能发生诶代志，就无一定有迄个成分是甲 grandiose 诶。即种 psychopathy 有通，就是即个人感觉伊诚请赢，诚伟大，别人拢比伊袂过迄种感觉。所以我认为安尼讲嘛会造成一寡无必要诶误会。这总体是我个人诶一寡意见啦，我嘛毋是讲啥物台语诶专家。坦白讲，台语嘛毋是读了甲会标准，毋过咱台湾话讲。互相绕开求进步，所以就是劳烦大家来指教。大家若是有知影较好诶一个讲法，拢诚欢迎来甲咱分享。安尼以上就是咱即回即个无啥物专业成分真正是咧罔开讲甲大家分享诶一寡即阵仔听友互我意见，实在是非常诶感谢。大家若是对咱节目诶发展希望讲听着较深，还是讲较侪内容，还是讲希望讲内容较减少咧，毋管是啥物建议拢足欢迎大家会使寄批来，还是伫面册，还是伫 Twitter 留话。希望讲未来诶一冬，大家嘛会当甲咱继续支持若是讲听了感觉会合，就劳烦甲我斗放送。希望大家伫新诶一冬会当保持身体健康，厝内平安，祝大家万事如意。咱后回再会。